由议员林美燕发起，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、康黄金慈善爱心会、甲中华九子慈善会等善心团体共同办理，寒暑假南区甲安平区绿色学童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。9年来受助的孩童，甚至对各式一年级到目前已经高中毕业。议员嘛感谢各界甲慈善团体的帮忙。很多的爱心人士，然后大家共同来，就是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关怀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就是爱心哦，一直就是长长久久哦。跨过第9年，即将迈入第10年哈，真的非常棒啊！那但是在整个过程中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就是所有各个学校，好各个学校里面来就是说在第一线啊做个名单的调整，因为哪一个有能够合乎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一个关怀的，都是我们在各个学校啊里面的行政人员在做的哈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校长哦，这么就是大家同心协力，让我们小朋友在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，让他能够在充满爱的过程中，能够快乐平安的长大。非常非常的感谢哈，我们的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爱心慈善的机构哈，还有一些爱心的人士哈，都默默的在支持我们。那我们的理监事们也非常的支持，守护我们的孩子哈。那虽然哈疫情的关系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的那个捐款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热络，没有那么的多，但是哈，其实这个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有这大一个客山，就是我的康黄金康理事长，伊讲吼，啊个种中华九子，伊讲吼啊不要紧，看着囡仔呢吼，我过来买回嘛好啊，这个都很值得啦哈，因为啥孩子的健康哈，也就是我们的责任啦哈，啊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健健康康哈。伫去年安平甲南区总共19间学校，288位学童受助。今年龙岗国小由着社区来领用，但因为景气的影响，今年登记参与绿色学童增加到352位。市府教育局嘛特别感谢所有的善心团体。不管是便当供应的发放地点，还有菜色，每年都在不断的进步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也希望刚才我们每位议员也有跟学校讲，我们务必要提醒我们的孩子，领这一份餐要懂得珍惜，他更要有一份责任感啊！如果你当天没有办法领餐，你要跟人家讲。按麦东让，我想这是一个责任跟一个珍惜，也是一个机会教育。那在这里还是要再次代表洪伟哲市长跟郑庆辉局长，谢谢这么10年来大家提供的爱心跟服务。我想也谢谢这个所有支持这个活动的所有人，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继续下去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年的寒假共餐将对1月22日到2月15，到掉农历春节，总共14天，将分别伫南区的立新活动中心、台南市议会以及议员国民路甲原理服务处4个据点来发送。而过年前，董事嘛有8方建设公司要来发送小红包，希望让学童会用的欢喜来过年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